当乌西亚王死迄年，我看见主坐伫悬悬的宝座，伊的衣裳水落满地。伫伊的顶面有16柄军随伫徛，阁有6个狮，用2个狮遮面，2个狮遮骹，2个狮伫背。即个唱，迄个号讲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的摇花，伊的阳光充满全地。门厅因为唱合的声来震动，殿就烟熏满满。迄时我讲，我有在下啊，我灭无啦，因为我的喙唇无清气的人，搁踮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，因为我的目睭有看见王万军的摇花。有一个16柄飞来挖挖，伊的手摕小小的炭，是用迄琴对单顶摕起来的，将炭下伫我的喙讲，看啊，即个下伫你的喙唇，你的罪过就除去，你的罪恶就赦免。我阁听见主的声讲，我通找是罪啊，是罪要为我去，我就讲，我伫遮通找我。请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我伫遮通找我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常常我伫讲道的时，提醒咱兄弟姊妹关系敬拜重要，因为敬拜是咱甲其他宗教非常无共款的所在。咱叫做服侍的，因嘛有志工的服务；咱奉献，因也会添油香；咱的祈祷，因也会祈求。只有敬拜是非常的无共。咱的敬拜毋是来上帝面前讨东讨西，咱单纯就是来敬拜伊、学乐伊，并且透过领受上帝的话来入捌伊，来甲伊建立关系。但是敬拜的建立无一定的模式通顺，所以敬拜时，咱也有无共款的领受。有的人可能会亲像基甸、士师，伫敬拜中间。伊得到妖异的定亲甲换信，有的人可能也亲像迄个伫井边的妇人人，撒玛利亚妇人人，伊伫甲耶稣的对话内面，伊换信伊迄个旧的无正确的信仰观念。伊阵才知讲，原来敬拜毋是伫山顶，也毋是伫耶路撒冷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伊。迄个妇人人伫迄时才定心认捌。原来，迄个弥赛亚就是徛伫伊面前的耶稣。有的人嘛可能会亲像摩西，伫敬拜内面定心认捌家己的有为。当摩西徛伫旷野，上帝互伊看见刺皮互火烧，但是无烧去的异象。伊非常好奇，这是伊牧羊的所在，非常熟悉的所在，哪会有即种代志发生？伊想要进前去看，但是上帝甲伊讲。你无得近我来，就脱你卡里的鞋，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地。摩西迄时甲醒悟，伫即个什物拢无的旷野，却因为有上帝的临在，已经诚做圣，是伊即个罪人无法度瓦群的性格。但是也有人可能会伫敬拜内面看见家己的罪，就亲像今仔日咱的主角以赛亚先知。当伊面对上帝的临在，伊是惊到要死。为什么伊会惊？因为所有的犹太人拢知，人若看见圣洁的上帝，是袂堪得的，是会死的。但是惊毋是以赛亚唯一的领受，因为伫接续落来经文，以赛亚不但得到赦免，并且嘛，互伊产生勇气来领受上帝伫迄个乱世中间，互伊的呼召。所以，请咱毋通看轻咱每一天的灵修，也是每一个礼拜的定时内面的敬拜。虽然有当时咱爱徛起来，爱坐落去，有时是读圣经，有时是吟诗，看起来拢是同款的定时。但是，当咱用真实、用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就会用无同款的方法，互咱来甲伊相拄。但是，伫面对一个真艰难的局势，也是今仔日咱坐伫遮敬拜，总是咱的心拄着真恶担当的代志的时，咱是要安怎专心敬拜咧？亲像现主时，咱看见咱的即个世界的局势，也是咱国家的局势，
咱看见气候的变迁，咱看见大自然互破坏，也是咱的亲人离开咱厝内有患病的人在受苦，咱的工作、咱的学业无顺利，咱的前途无明，毋知要安怎发展。咱的家庭生活、咱的亲人朋友中间的关系出现一个不顺，等等这个问题，咱每一日就好亲像伫生活伫这个问题的搅扰的中间，咱烦恼拢袂赴啊，是要安怎敬拜咧？但是咱看今仔日这段经文，以赛亚先知互呼召的大环境嘛是安尼。迄个时间点是伫当乌西亚王死的迄年。乌西亚王伊伫犹太国做王50年久的时间，但是伊的人生会当分做2个阶段来看。一开始的时，伊是非常的谦卑，对上帝非常的敬虔，所以上帝大大祝福伊，互伊的国家内部非常的昌盛，并且对外伊的军事的力量嘛非常的强大。但是，伊伫迄时较无废无废掉百姓伫偶像献祭的这段，所以制造大落一个经济，就是将来败坏的经济。毋过了后，第2阶段的乌西亚，伊感觉伊真顺势啊，所以开始骄傲起来，伊规个人走精去，伊骄傲到伊想要入去圣殿来代替祭司献祭，所以这个祭司主动伊讲硬要献，结果伊伫圣殿内面就互上帝处罚，伊的头领随时生出胎哥，结局就是安怎？伊一生拢袂当瓦群人群，直到伊过身为止。所以今仔日以赛亚先知互呼召的是乌西亚王死的迄年，面对一个国王将即个国家带到非常的强盛的一个君王，即时较死啊！咱知影百姓安怎啊？失去望啊，绝望啊！哎呀，乌西亚王，互咱过遐尔好的生活，也无其他国家敢欺负咱。但是咱看见即时伊死啊，咱边啊迄个亚述王嘛开始伫遐摇动，咱是要安怎才好咧？所以伫一个局势摇掣无明的时期，透过以赛亚先知伫敬拜，伫圣殿中间的敬拜，上帝互伊看见主坐伫悬悬的宝座。而且是一句安尼，敢若描写过去，主坐伫悬悬的宝座，但是是非常强烈的对比。一边是真厉害的乌西亚王，但是伊是人，伊会犯罪，伊会死；另外一边是至悬的上帝，无论世界安怎变动。但是上帝永远坐伫宝座，永远伫掌权。所以伫敬拜内面上大声的，也上重要，就是咱爱提醒咱家己，将咱的心目来转向上帝，自信上帝，毋是互外在的影响、外在的捆绑、外在的环境伫遐影响咱敬拜的心。会记得咱的教会伫10几年前有做伙读过夏中间牧师伊所写过一本册，叫做《敬拜人生》。这本册内面教示咱安怎伫生活内面真做是一个敬拜人。但是咱若转去去看伊的前言，就会当知影，这个牧师伊原本是非常讨厌敬拜，因为伊伫细汉的时，伊的爸爸伫平湖的马经伫遐做传道者，所以传道者的家庭每一天早起暗时拢爱做家庭礼拜，共款的定事，所以即个细汉囡仔感觉非常无聊，伊拢无聊到得要困去。后来因为伊的家庭伤过善车，所以宣教师安排伊来到台湾的孤儿院伫遐来生活。但是这是一个基督教设立的孤儿院，所以孤儿院的每天暗时嘛是爱做40分钟的礼拜，所以伊定定伫遐拄久，所以互法规伫椅仔遐伫遐做礼拜。但是夏牧师讲，为什么伊原本是一个感觉敬拜是非常无聊、真讨厌的代志，但是为什么伊了后会当来伫敬拜内面体会到主的同在咧？就是伊透过学习。要安怎学习咧？
但是咱爱知影为虾米咱爱敬拜。兄弟姊妹，为虾米咱爱敬拜？你敢有想过安尼问题？哦，今仔日遐尔啊寒，为虾米我搁爱起床，然后穿衫，然后来到教会，遐尔啊寒，为虾米我爱来敬拜？为虾米？因为咱不断地领受主的恩典啊！亲像伫出埃及记第19章第40到第60节，有一段真水的经文，伊伫遐讲：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，恁拢看见。佮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的食白恁，带恁来归伫我。当恁若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伫列国中，恁要做我家己的宝贝，因为全地拢是我的。恁要归伫我，做祭司的国，做圣洁的百姓。这是上帝讲的话。面对着埃及人的苦毒对待，上帝就亲像一只麻熊，伊冲过去，将这伫要跋落来的以色列人绑拍起来，互因免跋落死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性命嘛经历过同款的代志。咱感觉到艰苦得要死的时，但是就是有一个气力，不论是上帝的气力，也是上帝兴起别人的气力，咱就得到帮赞，咱就得到鼓舞。这物件有当时是微细到咱认为是理所当然，但是当咱细腻去算小上帝的恩典，咱就会发觉，若毋是上帝，我绝对做袂过，我绝对袂当过即个难关。这恩典敢毋值得咱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伊、学乐伊，因为伊是永远掌权的主吗？另外，咱嘛爱伫行为顶面来训练咱安怎敬拜。亲像咱的教会伫每礼拜六暗时，岁分节甲路德因伫咱教会门口口有摆一个心灵角落咖啡。邀请这过路人会当入来坐，入来啉一个咖啡以外，咱伫地下室嘛有异乡长老伫带拉筋、扭筋。有参加的兄弟姊妹拢分享讲，哦，做第一届、第二届的时，会规身躯真酸痛，但是做几届了后，这个痛就会消失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的筋放松啊，咱的身躯习惯遐个动作啊。同款，咱若理解，咱若知影咱敬拜每一个定数的意义，咱好好啊操练，相信敬拜就袂阁互你感觉无聊，袂互你阁拄久啊。那这几天有看我脸书的兄弟姊妹会当知影，伫顶礼拜日发生一件，互我感觉，哦，一间教会有敬虔的后一代是偌有愿望的代志。顶礼拜日早祷会时。林和义就是小约后生小分长老的孙仔，伊来问我讲：牧师今仔日有填充卷无？因为每一届咱的教会若联合礼拜，我为着要互青少年也是遮儿童会当听有讲道，因为咱拢大部分是讲台语的讲道，为着要互因听有讲道，我拢会准备填充卷，互因看导影片，哪听哪写。但是顶礼拜是基电会主日，毋是我讲道，所以就无填充卷。我本来要想要甲应讲，无要紧，你去地下室算就好啊。但是想想诶，毋对，我就甲伊讲，你去找一张纸，将你听有诶物件甲记落来。礼拜了后，伊交互我即张伊诶笔记，我有放伫投影片互咱看。听无台语诶讲道。但是伊非常努力，将讲完的导影片拢总抄落来。虽然过伊嘛有附注，伊有附注甲我讲有可能伊写的比袂过讲的，因为讲的太紧啊，伊写袂赴。并且伊讲伊听无伊伫写，伊伫讲啥，所以伊敢若会当抄即个投影片顶悬的物件，所以佫伫遐写一个画一个春联安尼，祝我新年快乐安尼。真古锥。过去一年外，参加联合礼拜的一寡训练，互咱的囡仔知影讲，
当咱做伙敬拜时，虽然今仔日无填充卷，但是伊会当主动摕纸来抄来写，因为安尼行为就是伫自细汉伫塑造伊的灵性，互囡仔会当专心，认为讲咱的敬拜是一个有意义的敬拜。所以咱看见以赛亚先知，伊伫转移伊的焦点了后，原本大家拢感觉讲啊，咱的王死去啊，咱的结果，咱的未来伫倒位？但是当伊转移心境，伊看见上帝时，伊的心开始改变。但是这段经文甲咱讲，以赛亚伊无法度看见上帝的面，伊敢若看见上帝的衫。上帝衣服水落满地。为什么以赛亚敢若看见上帝衫？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人是罪恶的，暗甲光无法度同时存在。人若看见上帝，一定会死。所以咱对摩西的故事嘛知影，摩西求上帝，互伊会当看见伊的荣光。但是上帝为着保护摩西，敢若互摩西看见伊的脚趾片。另外，除了看见上帝衣服堆满圣殿了后以外，以赛亚嘛看见几下个西拉兵。西拉兵就是伫天顶服侍上帝的使者。这个西拉兵每一个有6个翅，用2个翅压面，2个翅压骹，2个翅伫背。压面是表面看见荣光的上帝，压骹是表面因的不配。这西拉兵伫遐唱，伫遐号讲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的上主，伊的荣光充满全地。3摆的圣哉，是代表对上帝上悬的尊敬。然后，即个唱和的声音，荣光的即个景象，和即个圣殿，规个圣殿伫遐大震动，充满云，充满烟。西拉兵的敬拜嘛，真做后来的犹太教徒每一天早起的时爱吟唱的诗歌，嘛是咱基督徒上熟的一首圣诗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全能大主宰的起源。所以咱唱圣哉，无唱2届尔，嘛无唱4届，咱拢唱3摆。为什么3摆？这是对上帝上大的尊敬。所以对这段会当看见。伫圣殿内面，伫即个天顶服侍上帝的西拉兵，因伫荣光的上帝面前，嘛爱需要压面、压骹，这互拄啊看见异象，可能行到喙无法度合的以赛亚一个提醒。什么款的提醒呢？以赛亚知影，伊互点醒啊，所以伊甲惊甲讲：我有知的啊，我灭无啊，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的人。佮点伫喙唇无清气的百姓中，因为我目睭有看见主万军的上主。为什么看见安尼场合会互以赛亚惊到伊伫遐惊吓讲：哦，我要死啊！咱读遐尼济先知互呼召的故事，拢无看过有倒一个先知会亲像以赛亚共款，互上帝用遐尼大的场面来呼召伊。所以，咱搁一届来看见上帝呼召人是用无共款的方式。但是以赛亚会用受到遐尼大的一个场面震撼伊来呼召伊，可能甲伊的出世有关系。以赛亚出世是一个贵族的家庭，原本伊是伫王宫内面来食头路，可能就是国王的经学师，专门来替国王来解经。讲经的一个人，所以伊对上帝律法非常的熟。但是，只是伊受呼召啊。先知是代表百姓，是代表上帝百姓来讲话。所以，当你伫代表上帝百姓伫讲话时，一个先知应该是爱认同、安慰、鼓舞、扶持百姓的人，因为伊面对的毋是这贵族。阶级的人，伊面对是这真软弱、真丧凶、艰苦失志的人，伊是这个人的先知。所以为着要互伊明白，
为着要互伊体会着百姓的需要，上帝将以赛亚带离开王宫，互伊知影讲，你爱放落你的身份。所以伫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到第2节，以赛亚家己安尼讲：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上主用油抹我，互我传福音，互送香的人，找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受掠的得着讨放，受赶的出监牢，报告上主欢喜的年，甲我的上帝报仇的日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以赛亚讲，若毋是上帝神降临伫伊。伊原本是贵族出世，伊拢伫王宫里食头路，伊哪有可能凭家己的气力去体会百姓的心，去怜悯这百姓的需要咧？另外，先知的工课是爱指出人的罪，爱互人来认罪悔改，所以做先知一定爱对罪非常非常的敏感。但是上帝较互以赛亚伫指出别人的罪的代心，先想着讲哦，有3支镜头啊是指家己。上帝爱伊知影，伫上帝面前，所有的人拢是罪人。别人有罪，你毋通欢喜，因为你家己不过是久笑比无尾。上帝爱以赛亚知影，你甲所有的人同款，你是罪人。所以毋通严格对待别人，对家己较非常的放松。所以伫看见安尼异象内面，以赛亚伊看见家己的罪，所以伊才行到讲啊，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，搁踮伫嘴唇无清气的百姓的中间。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伊认为，当人发觉到家己的欠缺甲有限，才会去想到上帝的丰富甲无限。所以认捌上帝甲认捌家己是无法度分开的。一个人只有伫上帝面前，才会当真正认捌家己。亲像要未认捌耶稣的保罗，伊非常骄傲，因为伊非常有学问，伊认为耶稣就是一个危害犹太人的煽动分子。所以伊伫遐世界伫遐掠基督徒。但是当伊甲耶稣相拄，伊的性命互改变。保罗就看见家己，伊讲安怎？若是我得到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要伫我第一派的人显明伊一切吞论，来做后来信靠伊得到永活人的模样。伊竟然讲伊家己是第一派的人，但是上帝怜悯临到伊，即个第一派的人，就是上帝要拯救伊，要透过伊，互其他人看见。哦，连遐尔啊歹的人，上帝拢会拯救，安尼我嘛会当得到上帝的拯救。所以伫以赛亚认罪了后，上帝的下面就主动临到，有一个西拉兵飞来握伊的手摕热热的炭，是用火箭对弹顶摕来的，将炭下伫我的喙讲看啦，即个下伫你的喙唇，你的罪过就除去，你的罪恶就赦免。用炭表示咱的罪重甲爱用真严的火，才会当来消除。透过以赛亚先知，伊经历即个赦免的过程，互咱看见一个真实的敬拜，会互咱体会到对上帝来完全的赦免。兄弟姊妹，当以赛亚看见上帝的荣光，同时间伊嘛看见家己的逼真。当伊面对上帝的性格，嘛，互伊看见家己的污秽，甲上帝面对面，互伊将过去的荣光、地位、夸口的代志，拢总放落来。所以，当上帝问伊讲：“我通找一罪要为阮去？”伊对上帝遐得到动力，互伊会当勇敢回应讲：“我伫遮通找我。”伫上帝邀请内面讲。一罪，我通找一罪啊！一罪要为阮去，会当看见三位一体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神的概念。上帝安尼问，毋是伊毋知影讲即个人到底伫倒位，是上帝互人有一个回应的机会，因为上帝无欠工人。若今仔日以赛亚无回应，
上帝嘛一定会兴起其他的人来做。但是上帝邀请以赛亚来甲伊同工，要互以赛亚伫过程的中间看见上帝的奇妙甲上帝的权能。兄弟姊妹，你敢阁会记你当初你得救，你互上帝呼召，你受到福音吸引，迄种军地主到底的迄个决心吗？你敢阁会记哩？你敢阁会记哩？讲伫你生命内面有真侪时刻，上帝带领你、安慰你、扶持你的遐个感动，你敢会记哩？有时咱做基督徒做惯势啊，就变成老油条，因为所有一切拢是因为我的努力、我的聪明、我的才调换来的。也有时伫教会服侍久啊，就失去原本迄个热情，哪做哪嫌。所以今年咱教会主题是回到起初的爱，就是希望咱所有兄弟姊妹会当回想你甲主耶稣相拄的迄个时刻。这毋是第一代信徒才有的经验，无论咱是第几代信徒，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应该拢有一个甲主相拄的时刻。亲像我是伫20岁时，我是伫教会哪服侍，哪伫福音机构伫遐来食头路，我伫迄时哪清楚上帝的呼召。所以，当咱回想过去，咱甲主相拄迄个真甜蜜的时刻，最帮助咱将迄个失落的信心甲找转来，会当想出咱教业的勇气去面对头前的挑战。亲像以赛亚，伊离开皇宫，开始去传悔改的信息，差不多是20几岁年纪。即个青年呢，人安怎看伊？哎呀，你伫遐讲人无爱听的话，你伫遐责备经济，伫遐责备社会无公义，你伫遐责备百姓会假会敬虔，人是安怎看伊？小屁孩。但是以赛亚伊是服侍到老，伊经历3个王的时期的服侍，最后以赛亚先知是互以西家王的囝玛拿西绑伫2块棒的中间，然后用枝仔来固死的。安尼生活甲结局，敢毋是原本伫王宫内面的以赛亚想会到的？原本的伊可能感觉讲，哦，真好的前途啊，伫王宫做王的经学师呢。但是当伊领受上帝的呼召，上帝备办教业的困难，这嘛启示咱的才调拢有限，但是只要咱愿意将这个交伫上帝的手里，互伊来使用，这个才调会哪来哪做，哪来哪教业咱用。所以，毋是咱有能力甲去服侍，是咱伫服侍过程内面会得到哪来哪做能力。伫这几年，有一个 MBTI 的人格测试风靡全台。所以真侪人开讲的时就会问讲：你是 I 人还是 E 人？所谓的 I 人，就是讲较避暑的人，较爱甲家己做伙，因为伊感觉迄个时刻伊较自在，伊较爱思考，较会晓去听别人讲话，较袂晓表达家己的感情，较袂晓迄个社交。但是 E 人就是颠倒病，咱看即张图 ，I 人伫遐足避暑的，但 E 人就开始伫遐翕相。所以真侪场合就会开始问讲：你是 I 人还是 E 人？还是咱会将人讲，哎，迄个人一定是 I 人，迄个人一定是 E 人。我拢将即种结果来看做趣味来看，但是有当时就会听到有人会安尼讲，非常认真讲哦，我是 I 人，所以毋通叫我去甲别人讲话，我做袂来。哎，我是 E 人，叫我安静伫遐听人讲话，我无法度。咱互即种结局来束缚、来限制着咱的人生，安尼真正非常的可笑。因为就亲像算命共款，基督徒的命是搁安怎厉害的算命先嘛算袂出来。共款 MBTI 即个结果嘛无法度分类决定咱基督徒的个性，因为
当咱愿意将咱家己交互上帝，互上帝使用，上帝就会恢复原本伊创造你迄种上美好的迄个模样。上帝嘛会加添你原本你无，但是你愿意互伊使用的迄个能力。咱看摩西，摩西伊自称是拙口笨舌，伊是一个无晓伫众人面前讲话，会当讲话有气力的领导者。所以伊甲上帝讲：“你毋通好调我啦。”但是安怎？伊将家己交互上帝，上帝用伊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咱看使徒保罗，伊是前途光明、有知识、有才情，但是为着耶稣，伊连互关伫监狱、互拍、互讨厌，伊嘛甘之如饴。今仔日的以赛亚，原本伫王宫做先知。只要讲王爱听的话就好啊，前途稳当当。但是伊领受呼召，去到百姓的中间，呼吁认罪悔改信息。所以安尼呼召，要接受上帝的呼召，真正是无容易的代志。因为我伫遮通找我，即个找是去上帝爱咱去的所在，是去做上帝爱咱做的代志。毋是我要去的所在，毋是我想要做的代志。有的人真紧领受呼召，讲好主，我去，但是我要去倒，我要做啥，拢限制拢讲好啊。好亲像敢若是试写互上帝，然后甲上帝讲条件。但是真正的呼召是无讲条件，上帝找就去，上帝找就去做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这段经文也好亲像伫你提出呼召。我通找一水啊，一水要为着阮去。咱敢愿意离开真舒适的所在，伫信仰顶面，佮踏出迄一步？咱敢看见四周围的人灵魂的呼求，将福音带到需要的人的中间？咱敢要徛伫属灵的前线，伫遐祈祷，伫遐做工，互魔鬼拢降服伫主耶稣的权柄的下面？上帝无欠工人。但是，伊望咱勇敢回应，咱甲伊的关系就会哪来哪真实，哪来哪亲密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恳求你，当你的呼召临到阮的时，互阮勇敢回应。我伫遮通找我。主，阮知奉差遣毋是去做传道者，才是奉差遣。奉差遣嘛，毋是去到远远的所在做宣教师，才是奉差遣。主，你差遣阮去到阮生活每一个角落，阮的学校、阮的家庭、阮的社区、阮的公司、阮四周围的人，你拢差遣阮去到因的中间。主，恳求你赏赐互阮一个勇气，互阮知影，阮着这个人来做甚物来。拯救因的灵魂来归向主耶稣。主，恳求你催逼阮的心，互阮看见人的需要，互阮愿意伫即个时代，伫即个乱世时代，也亲像以撒先知，亲像侪人，当因互上帝呼召时，因无看即个环境，因勇敢回应主啊，差遣我。主，恳求你差遣我，互阮会当去到逐位来为主你来传福音。来为主你来关心真侪需要关心的人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